面对这波疫情，在防疫期间，连带嘛影响着民生的经济。为减轻摊商甲业者的负担，议员蔡小伟原本希望市府会用个比较旧年公有市场单位租金6折的优惠，加上目前市场厝的所困，只补助素食摊位来设置食物的走走。不过现在已经全面停止内容。恐惊的补助并无实质的成效。有鉴于日前因为我们的市场的摊商来跟我陈情然后去年在疫情来临时，我们的市政府就有针对市场摊贩租金呢，给予6折的一个折扣啦吼。那日前我也向我们市政府陈情反映，呼吁我们市政府可以跟我们市场摊贩呢，我们的摊商站在一起。那也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从善如流的答应了台南市的59座公有市场，针对他们的摊贩租金的部分给予7折的一个折扣。我认为现在市政府它针对我们公有市场呢，其实目前是给予这个熟食区，然后有这个隔板的一个补助方案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升级到3级的一个疫情的戒备，所以其实很多都采用外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补助下，相对于我们的市场摊贩的摊商呢，他的感受度就会比较低。那还是希望说可以针对他们的营业成本的负担呢，给予比较实质的帮助。对此，市府从善如流，宣布全市59座的公有市场单位的租金7折来优惠。至于相关的纾困贷款，议员嘛希望市府会用个将款来处理。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